哇，屬雞嘅你，哇，今年賺喎，因為2025咧叫太歲三合，所以人緣已經好好噶啦。今年仲紅鸞桃花添喎，因為紅鸞桃花除咗男女關係之外，人有啲識諗咩紅鸞星同有分隔機會。咁但係好多人已經結咗婚啊嘛，咁桃花有咩用啊？紅鸞桃花係正桃花，亦可以化為人緣嘅，所以今年人哋見到個樣咧都會順眼啲嘅。我成日講啦，有時你見到喺街個人覺得佢咁樣衰嘅，咁其實佢未必唔靚仔或者唔靚女嘅喎，佢就係冇桃花，冇桃花人哋睇個樣咧都好似唔係好順眼嘅。咁有桃花就啱啱相反啦，平時覺得佢唔係好靚仔靚女嘅啫，今年都會覺得靚啲嘅。你又話佢整咗容，又話佢打乜，其實就唔係，其實就桃花年睇落順眼少少啫。咁呢個紅鸞桃花仲係正桃花喎。如果你單身嘅咧，今年容易發展到一段可以發展落嘅感情，就唔係霧水桃花嚟嘅。所以單身嘅咧屬雞，你要積極少少。如果拍開多想結婚咧，紅鸞桃花、紅鸞星動你都聽到啦，係咪？紅鸞星動其實結婚啊、生仔、懷孕其實機會都比較大㗎。咁紅鸞桃花其實百利而無一害，咁好少話變咗你嘅三角關係唔同咧，咸池霧水桃花，所以紅鸞桃花正面嘅咧比較機會大嘅。咁除咗紅鸞桃花，就有太陰，太陰係女貴人之助，咁上司拍檔下屬女人咧，今年都容易有幫助，所以咁一依黐住女人。咁除咗呢個太陰紅鸞吉星咧，仲有個空星，空就係陽刃喎。咁陽刃其實又唔係好空嘅啫，陽刃有時忍耐力唔夠，容易發脾氣。咁好彩你又有太陰，又有紅鸞，間唔中發下脾氣，人哋都會原諒你嘅。所以咁啲桃花排第一，咁財運都排第三喎。咁點解紅鸞桃花財運都排第三咧？因為有啲生肖係財運年，咁你唔係財運年，你係桃花年，咁有桃花間接對事業都係有幫助嘅，所以排你第三其實都唔錯噶啦。嗱，咁吉星咧就有太陰紅鸞，空星得個陽刃冇所謂喎。咁如果你再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咁今年又加埋桃花年，有任何機會要放膽嘗試。即使你未入大運都咧，有時流年運都係再進一步嘅。咁如果你知道入咗大運，唔好猶豫啦。可能你留意好多年都想轉又唔夠膽轉，今年立定決心就去走去轉啦。咁即使你嘥3月6之後8月8之前呢幾年運氣麻麻地嘅，但係因為2025係太歲三合爻合，咁都有貴人輔助。嚟到呢個2026咧，又重桃花年，又有人緣輔助。咁就算跌到咧，可能都跌慢啲，或者守住個手勢都唔會跌得快嘅。所以屬雞今年係唔錯嘅生肖。屬狗嘅你今年唔錯喎，雖然話桃花排第6，財運排第5，係只係你冇人哋咁好啫。其實唔係話中游生肖咁差嘅，因為今年馬年你屬狗咧叫太歲三合，因為人五戌，五同戌係合嘅，咁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比較穩定嘅，所以屬狗今年比較穩定，無論感情、事業或者住屋都比較穩定，所以今年有大變動機會咧相對就比較少嘅。咁今年有地解同埋三台兩粒吉星，咁地解係逢凶化吉，可以壓制凶星嘅力，咁三台咧係有你地位提升。咁點解排你第5、第6咧？因為咁多個生肖之中咧，你係凶星最多嘅一個。咁凶星係一個枝節嚟嘅啫，因為我哋首先都要睇翻春夏秋冬幾時出世。如果你秋冬天出世，即使咁多凶星到咧，佢都係一個小嘅是非，都係向前邁進嘅。咁而家3月6到8月8咧，呢個凶星發生嘅作用就比較大啦。所以記住，好運嘅人咧，吉星力大，凶星力細；唔好運咧，凶星力大，吉星力細。所以記住，好唔好運個吉凶星有唔同嘅演繹辦法㗎。咁如果你生喺3月到5月6，要特別留意咯，因為今年有飛符、官符、年符，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。咁官非是非，好多人啊咩亂抌垃圾啊，食煙唔啱位置啊，抄咗牌唔記得俾錢啊，咁原來呢啲都係官非嘅喎。咁仲有啦，仲有個五鬼，五鬼係小人星。咁小人你都冇辦法啦，呢個世界周圍都有小人㗎啦。咁你唯有唔好理佢啦，因為我成日講啦，小人一般就可能成就唔夠你好，能力唔夠你好，跟住職位唔夠你高，佢又眼紅你，咁呢啲人你都避唔到噶啦。咁仲有粒星叫做華蓋，咁華蓋心情有時覺得孤獨，唔係話好開朗。咁華蓋咧就有利藝術嘅，如果你做藝術創作嗰啲咧，華蓋就有用嘅喎，因為華蓋為孤獨之星，又係為創作之星。咁創作通常都係孤獨噶啦。咁如果你寫書又好，作曲又好，你見唔見啲人都係3更半夜夜媽媽喺度寫嘅，或者走出公園一個人喺度坐都得嘅。所以呢個華蓋咧有利藝術，普通人咧就覺得孤孤獨獨，唔係好開朗啦。屬豬嘅你，雖然感情
桃花同埋財運都排第8，咁其實又唔係話好差嘅，因為屬豬嚟嘅馬年咧，我哋叫做太歲暗合，暗合係咩意思啊？有暗中貴人輔助，咁你屬豬比起2025一定好好多啦，係咪？因為2025係沖太歲，尤其是如果你生3月6到8月8呢個沖太歲，一定唔會好事啦。如果有改變或者轉咗工，一定暫時唔會好順利。咁但係如果相反，你生喺你8月8到3月6，因為2025轉咗工之後咧，今年有機會再進一步，所以今年嚟講人緣係唔錯嘅。雖然排第8，咁桃花方面咧，今年就冇乜行啦，咁亦都唔使有行啦。因為如果你2025沖到結咗婚或者懷孕，咁今年唔使有新桃花啦。除非你2025沖太歲分咗手，唉，咁就喊得一句句啦。咁分咗手咁點算啊？唯有睇月令桃花啦。咁月令桃花今年3月同埋9月咧都要把握下嘅，因為有時月令桃花把握得到咧，今年咧都比較容易維持落去，因為今年係合嘅年啊嘛，合嘅年咧亦都有機會發展到比較稍為穩定嘅感情。咁當然今年桃花咧就好輕嘅，同人哋今年桃花年就冇得比。不過咧冇希望之中，都睇下啲月份咁解啫。咁你下一個桃花年啊，好似都有排，哇，好似成4、5年後啊。呢幾年把握桃花月份啦，係咪？咁今年吉星有月德，月德係逢凶化吉。咁其實月德天德咧，其實唔係正式逢凶化吉，因為月德天德係報復心比較少，心比較慈悲。咁你報復心少，自然怨恨自然少啦。怨恨少，結怨少，就自然可以逢凶化吉啦。咁凶星有咩啊？有劫煞，因朋友而破財。咁因朋友而破財，如果好老友嘅，你又如果借錢俾佢，就預佢冇得還都得噶啦。咁希望出年有得還啦。唔老友嘅，得唔借就唔借啦。總有個死符，死符係小疾病。咁但係因為你屬豬，咁你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冇乜特別。咁呢個小疾病咧，就要留意風水嗰啲每年大病位、細病位，你識化解就得啦，係咪？灰地氈6個5毫子啊，音樂盒啊，掛鈴啊，咁化解咗大病位、細病位得噶啦。咁咧大病位、細病位喺大門就冚家都病，喺廚房冚家都病，喺呢個房就你個房病，記住化解。仲有個小號叫小破財，小破財冇乜所謂，就你平時好想買又唔捨得買嘅，就趁機用一筆錢買咗佢啦，咁又可以認咗個破財，又可以買到心頭好，咁都 OK 嘅，係咪？所以你3粒凶星咧，劫煞可以唔借錢俾人啫，死符小疾病留意今年病位得啦，小號就自己買中意嘅嘢就得啦。